韦医生，韦医生，是老丁啊。韦医生，我的毛病已经好了，我想回家看看我的妈妈。快妈妈，啊，不行啊，韦医生，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老丁，你呀，已经到你的母亲就发病，她老人家早就伤透心了。韦医生，老弟，自命我是出娘胎，舅父爸爸，我只可受同生养，上他哟用尽妈妈血汗钱。在工作，革命浪潮满天下，妈妈她被人批斗早已错啊，我是心碎胆力拼得发，20年不计世间沧桑事，20年重造清水。呀，20年，20年一梦，尽放心，全让你两家心呀上上下。到如今都想回到我的家，叫一声受苦受难受尽屈辱的妈妈。你可妈妈，谁来了？真的吗？妈妈。苦了，妈妈。都好了，好了，我先都好了。妈妈，你好吗？好。20年啊，
啊！我怎能个长腿亡命儿，使你们治好了他的病，救了我们母子啊！大妈，魏医生啊，施医生，明儿我母子向你们卡得大妈。我和你一样，都是病人家属。大妈，明天魏医生去省城，带老丁到省城去看一看。魏医生，妈明天带你去吧。到省城去了。时候不早，你们先休息去吧。魏医生啊，大妈，来，我先说说你吧。魏医生啊，妈。佛山，佛山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不，我很好，那催眠术失败了，成功了。那情况他是吗？我感到很疲倦，想一个人静一下。你也早点休息去吧，去吧。师傅。哎，妈妈，哎，喏，这里就是最闹忙的地方，休息时刻了。到了，到。哎呀！心房一片，力一片。高楼一层又一层，这样挂个心阴阴，八十彩锁水灵灵啊！妈妈，鸡呀鱼龙肉满堆，鱼儿虾儿。我婶婶，哎呀，我婶婶，妈妈你再吃桂鱼，为了我你三七金永不做人，等到子民工作后，清蒸桂鱼听娘亲。儿一小母亲，妈妈我就是不吃也高兴，哎呀也高兴妈妈，啊！妈妈，你看，王大夫，王大
看不？是啊，他的病都好了。好了，是魏医生治好他的病。是啊。对。明海啊，那要你老金医生扶寒心，他为你治好毛病从主城。魏医生对我心意开，这怕是今生今世难报恩。待等工作之后啊，争取等上光荣榜当花，第一股送给魏医生。什么？哦，你说大红花是什么意思啊？喏，大红花嘛，说明你工作有成绩，光荣。哎，嘿嘿，啊？什么？妈妈，这个小青一奖对大红花不是发奖金哦？哦哟，你们啦，对大花光荣，奖金嘛实用，都要。都要，都要。明白了，你看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这好像我们厂嘛。你看呀。哎呀，真是我们的厂嘛！哎呀，好大的气派呀！死去的年华，今有言。20年别情，生不完。妈妈，我想到厂里去看看。哎，好。这不是小芳吗？对呀。小芳。哎呀，真是小芳啊！小芳，哎，我是小弟啊。那他病都好了。外宾什么时候到啊？马上就到。哎，这位是原来厂里的老职工陈工，脑子啊有一点。陈先生啊，什么沈先生啊？神经病了。老远啊，等一位有外宾到，我看啊，还是叫他。小芳，我的毛病已经完全好了，医生讲过几天就可上班工作了。我想找找厂长。我看呐，你还是好好的休息啊！我已经休息20年了，怎么还能休息呢？小芳，小芳，同志啊，我们厂里今天有重要任务，外宾要来，你回去吧啊！哎，同志啊，我是你们厂的工程师，我想找找厂长。我想找到厂长，你让我进去。哎呀，回去吧！哎呀，明儿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能欺负人啊？明儿，你们做家务的应该有责任看好神经病，怎么能让他出来惹是生非呢？明儿啦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妈妈，我们你不要急回去啊。你不要急，你等一等，我去跟他们讲清楚啊。你等一等，你好好的讲啊。这位女同志，我的毛病已经好了，真的我已经好了。你不信，你问问我妈妈。魏医生来了呢，你问问魏医生。魏医生，这位女同志，你我什么？厂里有重要任务，你们怎么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？什么动静啊？他神经病是吧？
明儿，明儿，老弟，明儿啦，明儿，他们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明儿，你千万不能当真呐。明儿，神经病，明儿，受我委屈吧，啊，明儿，真是脑子有毛病。神经病！老弟，我有谁？我该死！我有谁？我该死！我有谁？老弟，我有谁？我该死！我有谁？我该死！弟子命，天命不发心难藏。未来不中四门丧，四门丧。神魂，便归。
飘荡。
是看上。眼见得老丁定好准，康复与谁亡？谁知手却若发兵金花。我好恨此人偏见江身上，不好冤不灵丹了心肠。奔艰难，并与贼的车路，谁何方？前不应推心凉，身无分文红衣冠。亮亮，你们都好吗？好。魏医生，你痛吗？不痛，只要你们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魏医生，我带亮亮回家去了。家也一天却2次呀，千万不要忘了。回去吧，亮亮，回去吧。魏医生，我在唱支歌。借你听听。月光中，映在山间，夜在山旁。你这康复伞都已经烧了，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是啊，都已经烧了，嘴巴
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他受了剖腹产，让他为什么？他有病，他是我的病人呐。女儿啊，你为什么这样不争气啊？大妈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子民，我对不起你们。魏医生啊，你再这样讲，大妈更不好受啊！大妈，等子民好心，你带他去省医院看看。或许不，子民的病一定要你看，大妈真相信你呀！我为这款病例，这是为什么？烧了，再烧嘛！魏医生，这12000块钱，大妈，这些钱是子民他去与经理和子民养老的钱呐、我怎么能让你悲伤呢？悲伤！魏医生啊，你应该知道大妈的心啊！20年，我欢儿深深，瓶中的儿哟生难渡这苦光阴，赢得你是贫又是心，我母子两相茫茫长夜见黎明。这一把火把你多年的心血烧成灰，这一点点啊，怎配得起你的贫家向我母子
案件升级，县政府、乡政府决定2个贷款10万元，重新修造康复路。快！钱也有了，房子也可以烧了，现在也可以买了。王医生，我放弃，也不追了。这可惜，这是你累积来的资料，都化成了灰烬。阿姨，阿姨，资料箱，我的资料箱，这是某阿姨从大货店里抢出来的。是吗？是吗？